牌代言人 Ella 陈嘉桦。好日子有没有看到好朋友陈琳就被求婚成功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是先看到他分享生日快乐那个影片，从后面环抱住他，哇，好浪漫哦，在船上夕阳这样斜照，哎呦呦，就没想到下一刻，李白大哥就求婚了，太 surprise 了，很为他开心，真的。现在就是他们小两口沉静的时候，别传简讯打扰人家，真是。那有要传授生子秘诀给陈琳吗？他如果想生儿子的话，好，就洗李白哥，先让他快乐。那如果他想生女儿，其实这个我都说过了。那他如果想要知道最原始的配方，他可以问彭佳慧，因为这是彭佳慧跟我分享的原始的配方。这是一种药吗？反正他们开心就好，顺其自然了，好不好？不要逼人家，也没有一定要生啊，是不是？